唔知大家覺得呢個角色嘅造型係邊一位門徒呢？可能都需要一啲時間諗一諗，或者我俾啲提示大家。愛是含忍的，愛是慈祥的，愛不嫉妒，不誇張，不自大，不作無禮的事，不求己益，不動怒，不圖謀惡事，不以不義為樂，卻與真理同樂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呢段經文相信大家都好熟悉，佢係出自格林多前書第13章4至7節，相信大家都已經猜到啦。冇錯，就係保祿。唔知似唔似樣呢？咁點解佢嘅造型會係左手揸住聖經，而右手揸住利劍呢？就留翻俾大家自己揾答案啦。拜拜。